三觀想撥，淺交足矣。我係子琳，今晚嘅藥方係人生觀念差距太大之人，不必勉強深度交心相處。年輕時渴望認識更多朋友，就算觀念相差甚遠，都想盡力迎合相處。歷經磨合先明白，三觀不合，再多溝通都難以互相體諒，相處只會不停爭執內耗。唔好費力改變自己去迎合他人，守住自身本心，揀契合之人相交。真正緣分係觀念相近，互相包容。三觀想撥只適合淺談，難道強行融入唔合拍嘅圈子，唔會日日陷入自我消耗？我係子琳，守住本心，擇善相交，點個訂閱，願你從此百毒不侵。